我哋呢度咧少錢嘅價位就可以做出一個咁精緻嘅雙嵌掛件。高冰手壓邊角料做出嚟嘅福豆生成咩樣？大家睇睇，熒光感好足，可以起雙眼皮嘅，冰冰膠膠，好似有果凍感、有膠感嘅感覺。關鍵係每一粒都做到圓圓滿滿。已經有好多媽媽定製送俾佢哋成人禮嘅仔女，佢嘅寓意係非常之好，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。其實佢係一個佛教育語，善因有善果，惡因有惡果，即係你越努力你就越成功。攞一啲已經做好嘅成品俾大家睇睇，每一個款呢，佢都係有啲唔同嘅。呢個呢，就係加咗一個圓圓嘅頂珠，唔需要好過分咁樣去裝飾佢。呢一個就更加之肥嘟嘟啲啦，係咪好可愛？而我自己呢，都做咗一個耳環，大家可以睇一下，係咪好有質感？點解我要推薦佢呢？因為呢一個呢，確實係我哋工廠嘅邊角料做出嚟嘅，佢性價比好高。你喺市場上買，起碼都要中千咁嘅價位。我哋呢度呢，小千嘅價位就可以做出一個咁精緻嘅雙嵌掛件。呢份高冰邊角料做出嚟嘅豆呢，已經訂出去一部分啦。仲有一啲，如果大家中意嘅，可以喺評論區揾錢錢安排。我係錢錢，買翡翠唔踩坑。